出發社會嘅賢達細佬咧得到各位咧立林指導啊，感激不盡。我中文名叫黃兆祥，英文名就叫做的光。我喺中國廣東出生，長大喺香港，就讀喺香港德明小學，同埋國倫學長同窗。後尾又去德明書院，然後去加拿大深造。1970年咧嚟到波士頓同嘉富縣同在，當時得到元老官善嘅照顧。我爹哋喺西村度做，咁咧我喺東北大學嘅時候咧就進修土木工程嘅，實習期間咧亦都喺物業管理局 State Street Development 嗰度做。亦都喺唐人街咧個親子 house 有做過，咁咧就官權元老咧，後來咧更俾機會我喺濟院度學習。1995年咁上下咧，因為個際會咧認識到太平紳士阮鴻燦同埋郁興義興，咁就喺2012年喺做中華公所主席嘅時候咧，後尾就做顧問啦。而家咧就係兼任王氏出席中華公所嘅代表，希望大家今後咧努力扶持我，咁咧等我可以為僑社謀多啲福利同埋做多啲善舉，感激不盡啊！謹此慶祝福大家新年快樂，萬事勝意，多謝。